别愣着，帮我把货架子搬进去。这个蠢驴怎么还不来啊？姚哥，姚哥，看灯会啊！先把东西收拾完吧。好嘞，姚哥。姚哥，我们收拾完了。好，大家辛苦了。翔哥和老刘不爱凑热闹，咱们赶紧去灯会吧。去灯会啊？我再看会儿月亮，我就去。哦，看月亮。行，姚哥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姚哥再见。好好玩哈。这个臭蠢驴！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去你想去的地方。还没来啊？大瑶瑶，大瑶瑶，你的迷之孔明灯真是太好吃了！你什么时候买的？刚才我来的路口有一个人买了10个，然后500文钱卖了我一个。黄牛真是无处不在啊！大瑶瑶，我是背着我哥偷溜出来的，趁我哥还没找到我，咱们去看灯会吧。灯会，我……哎呀，大瑶瑶，时间紧迫，咱们赶紧走吧！走！世子爷，去天上驹的马备好了吗？是，世子爷。出什么事了？嫂子的身世调查清楚了。说。起因为魏府公子与嫂子结亲在前，但娶亲前一天看上叶家二小姐叶锦荣，魏家怕退婚再娶影响仕途，于是串通黑风寨结亲，李代桃僵。有证据吗？叶家仆妇李氏已于今日抵达金陵探亲，此仆妇将嫂子一手带大，是唯一可以证明嫂子身份的人。只是什么？魏家也得到消息，他们已经派黑风寨余党前往李氏家，准备灭口。即刻调家将去李氏住所。世子爷，李氏家住建德坊，正是赫连王府管辖区域。你持我书信，让赫连王爷调兵前往建德坊，我会先行前往李氏住所。可嫂子那儿……等事情办完再解释吧。我今天啊，可是带够了银子，你要啥我都买得起。好。世子爷。